平衡动作。快手，哇，你看前几个身体的重量表示的非常有平衡感啊。不过我们大家都是远距离在看到可乐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掌声先为他鼓励一下，他等一下会加快脚步到水池前面跟你们近距离的见面了。在这边提醒现场的所有来宾，海狮到了水池前面，你们不要走下来靠近海狮，更不可以动手去摸它。在此呢，感谢大家的合作。海狮它是属于汤一生微水型两栖生活，可以生活在陆地上，也可以生活在水里面啦。那么海狮呢，它的前倾、后倾已经适应了崎岖的尖锐岩石地形。当它们走在本园区的陆地或者是陆地，这对它们来讲都是非常的安全，没有问题的哦。所以呢，请大家不需要担心哦。那么海狮为什么叫海狮呢？因为它的脸长得像狮子，当然还有这个吼叫如狮了啊。我们刚刚是远距离听到它的声音，不太过瘾， First time ko guys na makita ng show ng dolphin. 近距离的来秀它的吼叫声。 Ang cute! Wow! 掌声让非常非常好。还有呢，不过可乐说了，他等一下有可能有机会会走上观众席，跟你们近距离的见面。在这边提醒现场的所有来宾同学们，麻烦你们务必要配合以下。好，麻烦你们哇，不会手。 可乐走上去，请大家坐在位置上，不要站起来。麻烦你们坐在位置上，不要站起来，不要换位置。不管你在哪个位置、哪个方向，都请你一定要坐下来，因为你站着都会怕吓到可乐，也怕可乐吓到大家哈。所以呢，请大家务必要配合，坐在位置上就好了。 我就叫大家不要起来。很靠近你们的时候，不要动手摸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忽然的举动，它都会吓一跳哈。所以呢，请大家一定要配合一下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 Huwag daw galawin. 是的，大家可以观察到， Huwag siyang galawin. Uupo lang, huwag tatayo. At saka huwag siyang gagalawin. Yan ang sabi. 应该是在那边，只是在那边它放了，你刚刚在旁边，比较近。玉兴实验室会保护你们大家，好，也会保护我们的可乐。可是你们一定要配合哈。好，再来说到这毛皮，无时无刻都在换毛，夏天结束会进入换毛期的最高峰，跟挥手。还是换毛，有提点的健康之外，还有着保暖的效果。再来看到了，还有着黑黑亮亮的鼻头，还有大大的鼻子，嗅觉可是非常敏锐的。那么仔细来看到鼻孔很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在潜水的时候就会先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这个鼻孔就会自动的紧紧闭合起来，才会在潜水的时候降到水后，深呼吸一口气可以在水里面待20分钟左右，潜水深度更可以达到250这么深，海狮们可以说是非常厉害。哎呀，不要躲，好不好？这个机会哟，难得，喂，小姐们，你们不要闪躲，好不好？来，谁来听课啊？好不好？你坐下来就好了，同学，帅哥同学，坐下来就好了，不用害怕。来，可乐亲你的时候，麻烦赶快拍照。哎呀，真是太幸运了，就是这样，好，不需要躲，好吧？啊，我们的可乐呢，不是每个人都亲的哦，但是呢，要亲的可乐，也麻烦你提醒他一下哦，不会错，好，会过一下。那这个呢，被亲呢，好可怕，等一下，好可怕哦。哇，nandito na siya. Wow! 等一下，有点可怕。耳朵的样子看到吗？没有，哪一个说没有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这么多人举手，是哪一个？明明就听到女生的声音。好，海狮有耳朵在哪里呢？就跟大家一样，都在眼睛的末端有2个小小的耳朵。然后呢，为了能够减少在水中游动时所造成的阻力，所以海狮它的体
同一种物种啊，对不对？好对不对？可爱海呀！豹，对不对？你们都说是海豹，好可爱，是吗？哇！哦，没有人要理我，好吧，那我看我这个礼物可能就送不出去了。海豹是海豹，海狮是海狮。当然，你们今天看到的是海狮，不是海豹。怎么来做分辨？最简单的分别，海狮它有一个像小指头般的外壳，就是海豹所天生的特征之一哦。来，那你们知道吗？海豹的耳朵长什么样子？猜准，圆圆的，什么？圆圆的，圆圆的，恭喜你，一半答对了。来，礼物送给你们。为什么说答对呢？因为海豹的耳朵它就只有一个耳洞而已啊。海狮呢，它有着像小指头般的外耳。当然，你们下次看到海豹的时候，可以仔细观察耳朵的部分。再来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，海狮鼻子两侧有长长的胡须，这长长的胡须其实是血管组织的延伸。海狮的胡须可以分布到叶物在水中游泳时所造成的水流，这个经过做地波光，海狮它就会展开嘴脊。仔细来看到了，可乐的胡须有长有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海狮它们居住的空间地方也是有机会捡到这些胡须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幸运。那么更幸运的事情也即将要到来了，来，先问问你们，有看过海狮会笑吗？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？没有，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想不大声，那可能今天看不到。想不想？想。对了，只有这边最想哈，一下那个微信那些笔号给比较小一点啊。来，准备好，我开始笑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是它会露出它的牙齿来。哇，好可爱！小姐，你要坐下来哦哈，因为这么靠近它会吓一跳，好不好哈？等一下你还是有机会拍到的，但是要配合坐下来，好，来准备，笑一个。哇，你把你的笑怎么样？非常可爱吓到。等一下呢，他会来到另外一边笑给你拉出来。同学们，你们的手机相机，然后把你的手机相机打开来。好，这个好可爱的梦光镜头，来拨开机让一下。 Ang cute niya talaga. 笑成那样真的是非常的可爱。为什么它会笑呢？就是因为它长时间跟我们的日系训练师生活在一起，就会学训练师做一些可爱又有趣的招牌动作。可这个 Ay, kapakute. 模仿非常非常好。有没有看到？拍手，谢谢。为什么海狮问题？最主要是告诉大家，海狮的脖子非常修长。哎呀，还会拍拍手回应你们大家。这个里面呢都有着清洁颈椎，在移动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。那么海狮修长脖子之后，再告诉大家海狮海豹的另外一个不同点了。刚刚也说到了，海狮海豹会从哪里做分辨？耳朵标准答案就是由耳朵来做分辨啦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走路的方式不一样啊。好，来准备来看海狮它在陆地上是怎么行走的。看清楚了，前倾后倾会相互的配合，必要的时候后倾脚就会向前弯曲来进行走动。刚刚你们也看得很清楚了啊。可乐呢，它在上下楼梯都没有问题，现场只有海狮没有海豹。来，麻烦可乐，你来模仿一下海豹怎么在陆地上行走的好吗？好，来，准备好，把你们的手机相机调到录影模式。现在我们的海狮要来模仿海豹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好，这个地方已经直接来了。哇哇哇哇！笑声这么大声，对不对？你们拍拍手，为他鼓励一下。可乐不是在耍宝哦，他真的在模仿海豹在陆地上的行走方式。海豹呢，它就是以蠕动的方式来进行前进的，而我们的海狮后倾会向前弯曲来进行走动，所以海狮海豹就有两种方式来做分辨，哪两种？才刚刚说完而已。好啦，是什么？你们
只顾着笑，都不记得我说了什么。来，这是走路，还有耳朵哈。当然，你们下次的时候要仔细观察海报的时候，就可以观察这两个重点了。再来为大家介绍海狮的四肢。哇！可以看到，哎，还要掌声为他鼓励一下，谢谢。现在麻烦您趴下来，让大家来看一下你的后鳍围着它的脚。这个后鳍非常大，非常粗犷，后鳍可以在水中保持身体的平衡以及减慢速度。另外就是呢，它在水里面游得太快的时候，是靠着两只脚在它上车用的。仔细来看到了，这两只脚的中间有一段小小的，帅哥，请问你有看到那个小小的是什么？很大是什么？尾巴。对嘛，哎，女生要有一点，跟一下喷水呢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两只脚中间的小脚呢，就是它的尾巴。这样说呢，海狮是陆地上的哺乳动物演化而来，不过进入到这个水中之后，尾巴就逐渐缩短，缩到这么短一截。尾巴现在除了可爱之外，已经没有其他的功能哦。再来为大家介绍海狮的前肢，也就是它的手。来，这边的小朋友来猜猜看，一只手里面有。可以滑手机吗？不行哦，对，好，等一下呢，海豚要认真看，好不好？不然很浪费钱哦。来，问你一下，海狮叫什么名字？可乐。可乐，答对了，它就叫做可乐。可乐是属于加州海狮的品种，对还是不对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今天能力麻烦，起来跳舞，来，起来跳舞，好不好？不要哈，那你要认真听，它是属于加州海狮的品种，好吧？好，准备好，再来喽，看到这里了。哦，我有点热哎，你们都不理我啊，等我就往上走一点。哦，买鲨鱼的，来问一下，这个鲨鱼谁买的？好可爱吗？不可爱，非常的舒服，那才是很好哦。来，健康操准备一下，舞台准备回来。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动作都确实一点。手部运动先来，左手在哪边？举起来。好了，左手很好，换右手。好，再来左手，换右手。脚步运动。好，怎么的？再一次哦，另外看认真一点，好不好？再一次哦，左手很好，换右手。左手，右手。脚步动跳，来再一次，最后摇摇屁股，动呀，对，哇，我你看可乐，非常会的，非常会的，加油点 ，and cross， 出来，掌声不用紧，再次为它鼓励啦，非常可爱又灵活的健康操。哎呀，也回应大家哈，准备进去休息了。回去之前别忘记跟大家做个小小的祈祷。来，请您双手抱胸，虔诚祝福来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不用急了，可乐跟大家挥个手，道声再见，直接来，拜拜。好，节目还没有结束哦，等一下还有最可爱的海豚会出场跟你们大家见面，请来宾再坐下来欣赏，谢谢。再把那边手包拿边给我手中这边看见这里有个的，今天才来宾公仔，那很重。Tingnan po natin yung pangalawang papasok na isa. Yan po guys, titingnan natin yung pangalawang papasok na dolphin. 现在呢，真心欢迎海豚出场。哇哦，一共这两位海豚，看得很高，很有活力哦。他们精彩则用优美跳高姿势来向您致意。感谢现场来宾今天不辞旅途劳累来光临野流海洋世界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两位海豚伙伴要马上跟现场来宾打声招呼喽。这时候，请现场来宾同学们举起你的双手，一起来跟海豚挥挥手，说声 “Hello”。哇哦！你看这两位海豚，小赫分级，努力挥动短短小小的胸鳍，是不是跟我挥动双手的样子很像啊？哎，我们这两位海豚伙伴打招呼礼数好像还不够周到哎，我们要不要唱首歌送给现场所有来宾呢？好嘞，两位帅哥准备好，1、2、3，唱。
好不好听呢？好听的话要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刚刚现场来宾同学们应该都有仔细来听听后，其实这两位海豚每一位的叫声都不太一样哦。海豚就是透过声音来认识每一位海豚，或是发现来自不同地方的海豚哦。现场来宾都可以观察到，海豚们有着长长的嘴巴，长长嘴巴可是平底海豚家族的政治标记。而这长长嘴巴还有什么特殊才艺呢？可以看到训练师准备出大圈圈来欣赏两位帅哥的表现哦。掌声再给海豚鼓励一下，谢谢！哇哦，这两位海豚很厉害哟，用长长嘴巴来绕圈圈，摇起的圈圈来有满有理的样子，非常厉害。要告诉大家，海豚很聪明哦。当在大海当中找寻食物的时候，为了怕被锋利的石头刮伤嘴巴，它们自己还会找柔的海绵把嘴巴给套起来，是不是非常厉害呢？欣赏过他们一连串活灵活现的演出之后，海豚们还更像是小手一样的收起。据说海豚的远古祖先最初呢也是生活在陆地上，不过保持平衡。海豚都是属于哺乳类动物家族的成员，不过呢，从它们的胸鳍跟尾鳍的演化，就可以了解到，它们其实已经非常完美适应海里面的生活。而海豚游泳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哟，平均泳速可高达30公里，冲刺时速更可以高达60公里。海豚伙伴游泳的爆发力，也可以从跳跃的行为展现出来。现在呢，就请大家一起抬起头喽！水面上有一颗红色高球，首先要来上高度挑战是小贺帅哥。掌声给小贺躲了一下，轻轻也要碰上红色高球。继续呢，来上高度做挑战是我们的班级。各位班级准备好，请您转身水中加速。表现非常厉害，海豚伙伴可以做出这么样高难度的动作，最主要呢是靠着它们强而有力的尾鳍。据说海豚甚至可以冲出水面，抓住离水面有一段距离的飞鸟。我们今天透过小贺班级，我们认识这么特别的海洋精灵，看着他们灵动游泳的身姿，仿佛也与有着亲密接触的互动关系。在一起以捕鱼为生的小岛渔夫，在好几百年以来都跟海豚共同合作，一起捉鱼，维持生活所需。而师兄们在大海当中遇难被海豚所救，也是我常常所听到的故事哦。我们今天认识这么特别又可爱的海豚之外，也更可以关心我们与海豚共同生活的蓝色星球。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牵绊是永远紧紧亲密相连的哦。好了，用这两位可爱的海豚伙伴小贺班级，刚刚现场来宾同学们都给了好多的掌声哦。你们这两位要怎么感谢大家的掌声呢？海豚拍打水面，顺子激起小小的浪花，不过心中却可以感到12万分的感谢之意。节目最后呢，我们班级帅哥还有精彩的压轴演出哦。这时候有带手机、相机的，赶快调好距离。好，来班级准备好，音乐请上喽。来，班级帅哥，你的泪眼之心绕着水池，也祝福现场所有来宾事事顺心。同时呢，这种欢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感谢大家全程的参与，说明与小贺班级都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。本馆今天第2场节目已经全部结束，非常感谢您光临野柳海洋世界，再见，拜拜。我们这两位可爱的海豚，有我们一起，我们挥挥手，期待下次再见面喽。